过来嘞，带着他改底还没创啥？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咱的头是上脆弱的哦。队长，你要不要示范一下？啊，我示范一下，就啊。安尼甲滴就对哦。对哦。对啊对。我甲你同款的。你个要讲拍出来，你个要你啊。你个要讲拍出来，你个啥啊？你脚一点哦。我是要进去了。好，我要进去。我没有帽子。等一下才有帽子。然后我走旁边，我走不进去就走旁边。跟你讲话，他说不是讲。是921大地震20周年庆。那政府呢，也为了让我们全民有防灾的概念，所以呢，定于我们每年的921变成我们的国家防灾日。今天呢，我们呢全彰化县从幼稚园、国中小、高中，我们全部的学校一并来做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家气象局来做相关的这个地震的一个这个演练哦，就是期许说在平时就能够把整个防灾的这个避难的相关的这个动作，我们能够把这个 SOP 很确实的深入我们孩子们的心中，也希望透过老师们的教导，怎么样呢做紧急的处置，确保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能够把这个概念继续传回去家庭哦，让家人都能够像孩子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个部分，来确保我们所相信的一个这个安全。那彰化县政府除了我们在硬体学校方面不断的这个包括学校的建筑的安全系数各方面来做相关的这个鉴定，以及呢整建重建。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软体的部分，包括我们的辅导团深入到学校，教授学校如何来编组，如何来做这些正确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结构能够建制起来。最期待就是期待孩子们在学校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个学习，快快乐乐的这个成长哦。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先走。救护人员待命。受困学生顺利的救出。